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3册第4课路犁，一阵路犁，看看白，四界玲珑色，驶过田花边，驶过沙地。因要去找一间厝，爱有电视甲电话。练习电视、冷气机、桌仔、碰椅、眠床、枕头、电话、电风、药味菜，四四角角一只船，载大家去梦中困。约一项物件，眠床。一个乌鸭仔，有声嘛有影，发生什么代？伊会报你知。约一项物件，电视。